接下来我们要时装秀，是他们的休闲装，所以大家咱中辈会燕装自由休闲，实在太不简单了，所以请休闲秀的人请出场。 真是漂亮极了！这是第二队的休闲服。 对，休闲装。现在是第4队的休闲装。现在由刚才跟我们表演的休闲装的几位来向我们长辈会答谢。哇，真是不简单，我们大家都要跟着他们学习。 谢谢我们的休闲装表演。